八卦掌。这两个掌是学习八卦掌初阶以及高阶的两项学习过程。在面对舞台右手边是我们转场的表演队伍，左手边是段位制八卦掌的队伍。好，请各位来欣赏我们的八卦掌表演。八卦掌的特色：明转专翻。通常跟其他的拳架比较特殊的地方是在于，它是走圈为主的一个拳术。讲求的是立正打斜，所以各位看到场上的两个圈